姜濤驚喜現身阿博 M 記晚宴，由當年跑馬地兼職仔到今日最強代言人，呢份飲水思源嘅心真係好得太過分。大家好，呢度係雷達新聞短打，我哋即刻入正題。2月23號晚係麥當勞年度員工晚宴嘅第一場，地點係亞洲國際博覽館。大家都知姜濤同麥記嘅關係好深，繼舊年50週年之後，今晚佢再次驚喜現身阿博，為一眾員工獻唱。其實呢件事最感人嘅地方係，姜濤成名之後從來冇忘本。佢以前喺跑馬地分店做過兼職，而家年年返去幫前同事加油。呢種由底層做起，最後變身代言人嘅勵志故事，真係好入屋。其實呢件事最正嘅地方係，當佢唱好得太過分同埋肚嘅時候，現場唔只有尖叫聲，連男粉絲都忍唔住大叫好靚仔。就係因為呢份真性情，姜濤唔單止喺台上面唱歌，仲主動行去台邊同大家握手，笑得非常燦爛。對於一直撐佢嘅一眾姜糖嚟講，睇到佢年年都返去呢個老家，絕對係最溫馨嘅畫面。大家覺得姜濤係咪全香港最稱職嘅代言人呢？如果你係員工握到佢隻手，你會唔會興奮到喊？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。如果你鍾意聽呢類雷達新聞短打，請即按訂閱。我哋下次見。我哋魚眼雷達啱啱起步，好需要大家嘅支持。你哋每一個訂閱都係我哋繼續精質嘅最大動力。多謝。